高级企业导入册店台湾图书室举办台湾诗歌一个活动，邀请民众来分享台语的一个诗歌，有人念诗，也有人分享家己的创作。用唱的方式来分享各地所老师的诗。家己市的台湾图书室举办第一届台语诗歌节，有人捡家己的诗来念，嘛有人分享家己的创作。自由花蕊真明雅。大家可能拢是念新诗，不过我感觉汉诗真要紧，所以我特别想讲，就刚刚这条我较简单吟嘛，较会晓吟，我就吟互大家听看卖咧。不管讲你家己有写诗也无写诗，有诶念别人题，这嘛真好啊。若有写诶，借这个机会当来遮发表，提醒更较侪人，行为台语这条路。透过诗歌来参加的民众嘛，感受到台湾文化，发觉台语真好听，台语文真水。阮的故事用文字写出来安尼，透过阮念出来，互大家知影，阮的台湾的文化安尼。互大家更加了解讲台语其实哇，听起来足水的，写起来嘛足水的吼。咧唱也是咧吟咧念，拢是一个真感动人的语言吼。主办单位台湾图书室表示，头摆来举办，就有遮侪人愿意来参加，互因对台语文的推广更较有信心。嘛，希望煞来会当有更较多元的作品，通甲大家来分享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